連順車行有30架車同時施工，究竟需要幾大嘅場地，同埋有幾多個師傅做配套呢？嗱，呢一架就係我哋有一架紫珍珠嘅全車翻新啦。後面有2架事故車，一架就係本田撞咗事故車，同埋嗰個 AMG 名爵嘅追尾，奧迪 R8全車改色改磨砂，跟住輪鈴翻新又大執呢架成個發動機已經掉落嚟啦，呢架又係大搞發動機。GTR 啱啱噴好，全車翻新嘅，而家喺度裝緊，準備交車。呢台大陸牌過嚟做補漆，現代朗動犀利啦！佢要將個包圍做成一體化，今晚可以交車。有一架白色嘅 GTR 全車翻新輪鈴啱啱幫佢噴好，噴翻呢個灰色，非常之靚。呢度我哋嘅美容區呢架大眾高爾夫而家做緊拋光打蠟，出面有台寶馬等緊，呢台阿爾法整緊底膽，換緊防塵套。呢台 Benz 幫佢裝緊電尾門，呢架 Benz 呢幫佢做咗全色嘅賓利式嘅貼膜，跟住做咗全車隔音，亦都整咗好多基建嘢。我哋連順車行呢有3萬幾尺，可以容納30嘅車同時施工。我哋嘅員工都超過30幾位，涉及到我哋嘅汽車美容啦、汽車快修啦、汽車維修啦、汽車鈑金同埋汽車噴漆。另外呢，我哋連順車行超過30幾年嘅歷史，所以絕對可以搞掂30架車，整車穩健哥，保證冇得拖。